先来关心中南部欠水的情形，先来关心南部。南部高屏溪这个水坝呢，漏水量佫出现有史以来上少的记录。第昨的川流量，也就是漏水的量出现每秒差不多1栋4栋外尔，比最近几年来同期的川流量拢较低，而且时间佫较早。南水局就开始动用台南的清水去乌烟路高雄2万栋，包括扩大阿公店水库伊的出水量，还有地下水、定清湖水库等等，甲东港溪的水来支援大高雄地区的民生用水。2个礼拜以前，我们来到这边就看到高屏溪蓝河堰的川流量已经创下同期新低。现在我们再来到这边看，又再创历史新低，川流量来到了每秒4.2立方公尺。水坝水位佫降低啊，4个位啊拢是土沙。来看这个数据，这几年高屏溪水坝川流量低点，104年4月2日有8.05 cms， 109年5月7日是6.2 cms。啊，前一天佫出现低点记录，而且时间比过去更早。要不然按照目前为止这么低的一个流量，可能就会有更紧张的状况发生。高雄一港的工业加民生用水差不多爱150到160万吨。来看昨高屏溪一港供应高雄差不多41万吨水，这比川流量较悬的时阵，一港会当提供60到70万吨水量，减真济。南水局请台南清水斗3工，扩大阿公店水库出水量，加上湖流水、地下水、大庇乌水库，甲东港溪来支援民生用水，稳定高雄水情。目前建制的这些，包含了我们的再生水还有我们目前浮流水，这样全部上场的时候，都还可以撑到目前的一个黄灯。即马伫咧詹文水库欠水率是15%，欠水量是7709万吨，水库量比2成加，水情同款真严重。